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天蠍座對巨蟹座，一個係沉靜如深海嘅獵人，一個係溫柔如潮水嘅守護者。當兩個水象星座彼此靠近，情感就會悄悄地泛起漣漪。但喺深情嘅背後，又會唔會隱藏住不可言說嘅矛盾呢？喺愛情入面，佢哋都唔輕易示弱，亦都唔輕易放手。天蠍深藏愛意，巨蟹溫柔細膩，呢份默契會升華成為依賴，定係令人窒息嘅牽絆呢？匹配度87分。天蠍用沉默去表白心情，就好似夜空下潛藏嘅海流；巨蟹就以溫柔去編織依靠，如潮水般輕撫岸邊。佢哋愛得克制，但早已經喺眼神之中傾瀉住情感。天蠍嘅愛就好似深潛嘅渦流，巨蟹嘅情就如綿綿嘅細浪，兩者悄然融合，變成一片無聲嘅情海。不過情感越深，越要學識放下戒心，否則愛亦會慢慢變成負擔。只要彼此願意以信任為舟，呢段戀情就可以載住彼此，靜靜地穿越最深嘅情感世界。性格內斂嘅佢哋，真係可以成為互相了解嘅朋友嗎？天蠍嘅沉默同埋巨蟹嘅敏感，究竟係互補長短，定係會容易產生誤會呢？投契度90分。天蠍說話唔多，總係將諗法收埋喺內心深處；巨蟹心思細膩，經常會用行動慢慢靠近對方。佢哋嘅友情唔張揚，但係就有種歲月靜好嘅味道。一個會記住對方嘅喜好，一個就在意彼此嘅友情。默契就係喺呢啲細節之中慢慢累積起嚟。即使偶爾發生一啲小誤會，甚至雙方都沉默無語，亦都唔需要急住爭論，只要靜靜咁陪伴，友情自然會重回正軌。當兩個重視情感同直覺嘅人共事，佢哋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分工、理性合作呢？喺工作場合，敏銳會成為優勢，定係阻力呢？合作度75分。天蠍擅長掌握大局，眼光銳利，行動力強，適合策劃同推動；巨蟹就着重細節同埋照顧團隊嘅情緒，擅長處理後勤同支援角色。如果兩個人夾得好，可以建立出穩健而高效嘅合作模式。不過佢哋都比較敏感，又唔太擅長即時表達不滿，一旦壓力累積過多，就好容易出現情緒摩擦。所以一定要透過清晰嘅溝通同劃分界線，先可以令呢段合作關係發揮得更長久穩定。當兩個情感豐富又佈局親密嘅人走到對立面，天蠍對巨蟹，呢場對決到底會係冷靜嘅策略較量，定係情緒嘅暗戰呢？競爭百分比60-40，天蠍明顯佔優。天蠍冷靜，目標明確，善於佈局同埋掌控節奏，就算面對壓力亦都不動聲色，令人難以揣測佢嘅真正意圖。巨蟹喺壓力下比較容易受情緒影響，但觀察細緻，往往可以從對手嘅反應中察覺到變化，再調整應對方式。佢哋兩個對勝負都好執着，但天蠍更加識得隱藏自己嘅底牌，而巨蟹就容易被情緒影響判斷。若針鋒相對，天蠍往往會佔到上風，既可以掌控局勢，又識得避開正面衝突。不過，如果巨蟹能夠保持理性，其實同樣都具備翻盤嘅潛力。天蠍對巨蟹嘅總結：當兩個水象星座相遇，深度同情感就會變成聯繫嘅主軸。天蠍沉靜內斂，思慮親密；巨蟹溫柔細膩，重視情感。佢哋之間充滿默契同理解，戀愛上深情交織，友情裏默默守候，職場中互補合作，競爭時就各有心思同堅持。佢哋嘅關係就好似一條安靜地流動嘅河流，表面睇落平靜，實際上隱藏暗湧。唯有真誠同信任，先可以令呢段深刻嘅聯繫長久穩定地延續落去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